先生，您回来了。您吃饭了吗？高山，要不要叫医生啊？啊，需要我叫医生吗？啊，你还好吗？是吗？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怎么样？我刚看到消息，怎么回事啊？之前不还好好的，怎么说没就没了？事故，什么事故？阿姨从疗养院的顶楼摔下来，没有护工看护吗？交班时间一共就半个小时空档。阿姨平时就喜欢到楼顶去吹吹风，但谁都没有注意那有一个栏杆坏了，可能轮椅滑了下去。高山呢？在那边，他说他想一个人静静。他一定很难过。没事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在这陪着。你照顾好他，也照顾好自己。嗯。